世界别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节目面阿兔啊。观众朋友，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来台湾到呾要正个月，中国足唔愿生气，张到呾不时派无人机骚扰。较早讲阿强啊拍台湾，大家是惊甲袂厝移民的嘛有。即马大部分台湾人无咧惊中国煞换一波，你唔惊，互你逐工足压榨。迄部就是无人机飞过来，哭飞乱扫，唔是战争行为，看你要安怎反应。观众朋友，你敢会足介意好神？你准定袂看到好神，就想要互伊死。即马阿强啊无人机即地吼，大家见讲嘛讲甲伊拍落来，这拄好是好神要爱敌的反应啦。啊，毋对，这拄好是中国要爱敌的反应啦。今仔日咱就来讨论对付好神，毋是对付中国无人机的方法。小介现场来宾邀请线顶经纬航太路郑峰董事长。主持人、来宾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资深军事记者郭鸿忠先生。主持人好，郑峰兄好，各位观众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军事连续杂志老学检总编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佩洛西议长来台湾了后，中国不时派无人机来骚扰咱的领空吼。昨下晡4点外，4台中国无人机飞到金门，甲咱来骚扰吼。这边蔡英文总统有指示讲，若是必要的时阵，会使用强烈的方式来甲反制。昨是咱台湾国军吼，用实弹来甲无人机来甲赶的动作吼。咱即马先来看这个代志的报道。中国无人机最近真侪届侵扰金门、马祖防空的天顶，不过国军进行应对手段，大部分是用信诱弹警示，互外界批评态度上软。面对中共一直侵扰，总统蔡英文下令要有强烈的反制做法。金防部针对中国无人机30下晡再一次进入二打地区，头一届实施实弹射击赶走。若驱离无效的时候，我们判其对我造成威胁时，我们将按照程序来实施接战的航机，并且依例来遂行自卫权反击。国防部指出，伫无明确的所在制造冲突，想要分化民心，国军会强化自我防卫态度，确保国家的安全。不过，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是讲，根据要塞堡垒地带法的规定，本来就禁止侦查作为，国军无反制，敢若会互对方软土侵棍。民进党立委陈登辉是批评国防部上软正，要求爱定出标准的做法。结果要等到总统出来讲话，然后国防部才有作为，那这样要如何应对任何突发的状况跟危机呢？我们如何调动所有的干扰器，还有相关可以干扰无人机的相关这一些仪器，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经防部的士兵国军能够有武器？部分调野拢质疑国军、警政署、航空站、地方政府拢有采购无人机干扰枪，是安怎袂使先定用配置予金门甲马祖？军事专家是讲，对于无人机开枪是上轻的反制。不过，这种的硬杀的做法成果有限，也未必你干扰枪进行大规模信号干扰。事发之后呢，没有人赶紧去跟友军单位、空军调用这种无人机干扰枪来运作。说真的是让大家匪夷所思啊！因为其实中国他打的这是一个认知作战他呢就是要故意拍摄你守军面对无人机惊慌失措，然后凸显你无能。另外，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指出，中国一台攻击无人机30下晡为东海经沖縄湾本岛甲宫古岛中央的空隙飞入太平洋，再个转往台湾花莲外海。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战机起飞监控。国防部表示，将对查中共无人机进入咱空隙，会严密监控掌握动态。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你伫影片内底有看到中国的无人机毋若飞到咱的领空，昨下晡一台中国无人机对沖甲宫古岛的中间飞到太平洋，佮飞来咱花莲的外海吼，驶咧，佮原路飞倒转去哦。这互这个日本的自卫队吼嘛起飞来甲干事吼。洪忠大哥，这个代志对区域的稳定是更较严重的干扰，敢毋是？无错，这
这个动作吼，因为中国即摆来讲，伊真侪代志，其实含全世界主流的国家，咱唔卖讲吼，做欧洲、美国、西方这个概念。其实咱讲西方、东方本来就足奇怪，迄西方是西方世界因等于定出来，为伦敦、为欧洲的西方嘛讲嘛。啊，咱卖讲东西方，咱佫讲就是自由民主、甲集权、甲共产这个两个阵营就好啊。是，咱前的时间吼是大家较好去分，但是之后尤其2000年，中国甲美国的这个邀请个带大力甲停之后吼，含台湾当这入去 WTO。是。啊入去 WTO 个这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伊规个中国做的制造也好，销售的这个物品嘛好，这个物件，因为人工作俗，土地根本免钱，啊个做者优惠的这个条件，互外国的厂商，包括台湾、香港拢是，日本拢是。啊，造成中国这个经济力起来的时阵，神沙嘛甲斗相共啥？中国的武装部队才来发展。尤其最近这10年讲，中共这个军舰那咧落水饺咧，吼下饺子。啊，不止安尼，因的无人机和乌克兰啊甲罗西亚拢有合作，所以饲鸟鼠家宝的。对，这个是大家西方世界甲甚至咱台湾人吼、香港人去甲填的，填出来这只吼足大只，即马鸟鼠变啊马好拿霸咧吼。啊，即马这霸权其实是伊家己咧做，伊是要挑战美国为主这个国家，伫国际这个技术内底，维持这个应该有的这个局面的时阵会和平。其实我讲真个，美国人伫咱亚洲根本无发动战争，对无？但是中共一直去拍伊拉克，去拍阿富汗，去拍倒位，讲这是拢是这什么美国帝国主义什么这个问题来讲。事实拢无伫东亚。事实拢毋是东亚，啊东亚颠倒是伊咧保护，包括台湾、日本、韩国，咱这个民主国家。是。咱这个民主国家上惊是啥物？上惊是讲人来改变咱自由的生活方式甲想法。你也连表达讲话的想法拢袂当讲的时阵。无人会接受这个政府。是。啊，即摆上大的挑战，毋是台湾上大的挑战，毋是台湾的政府咧管家己尔。台湾政府去用管，是包括讲，即摆中国要做的这咱讲灰色地带，意思就讲，甲你本来有的吼，保护你台湾的，咱讲防护罩嘛好，各种的实力、武力拢甲你抹掉，包括台海中线拢甲你抹掉。是。毋知即个人讲，美国派迄2只巡洋舰、巡洋舰。经过台湾海峡。来。是。经过台海中线，啊，毋是讲海面上要换线尔，佮想讲，即个线你要叫中共甲切掉啊！我美国人来定甲画清楚，顶面嘛叫海鹰直升机，嘛去甲飞一个，嘛共款为海线中线吼，去甲画一条线。佮经过中国讲，你无想晓摆，因为讲真诶，伫中国来讲，伊跳过伊12海里的领海之外，其实拢是公海。是。你若讲要含台湾去做主权国家吼，咱台湾嘛讲这袂输伊啦。因为咱讲真诶，以咱的宪法来讲，咱个合法的这个法律的地位去讲中国的领土，大陆的领土是咱的哦。啊，咱要来辩论嘛，会使辩这哦。但是咱毋是讲要来辩讲法律的问题，咱直接讲这，伊即马就是要透过包括讲这民间的细只的无人机去甲你弄你。上晚这5公里、8公里这近的这个小岛吼，咱这大胆岛、小二胆岛啊，金门这私屿这做边啊，含伊做介近的，伊主要就是演出戏嘛，演出戏嘛，就像对在郭明兄讲的讲，迄个是生认知作战，还是讲影响力的作战，甲影响力，互你感觉讲你的国家、你的军队、你的政府好像那无法度保护你，是吼啊，本来有的物件拢给你抹掉，这个是要做的。包括你讲西咱后壁问来，古早人讲东部上安全，东部上安全，其实即摆共产党甲你讲东部无一定安全。台湾吼，我讲真诶啦，就像迄之前国际桥牌社迄个局内底讲诶，那个同岛一命啦，共岛就共命啦。是。啊，你若讲你要去顺中讲中共因诶生活方式、想法，安尼有法度，我欢迎你进去。莫伫咱台湾吼，刚刚咧做遮个，去甚至配合对方。来演这戏讲，来互咱台湾的这个军队吼做歹看的，
啊，甲社民主啊，甚至拢甲闹开，是啊闹开闹久，家己都无信心。当然，咱因为台湾是民主国家，爱去投票，伊个企图讲透过讲这政治甲社会影响的方式，去影响你最后政治权力的分配，就是改变你什么人做领导人，是，就改变你政治想要含咪活，还是含咪统一。是，吴老师，最近中国者的这个军事行为吼，伫美国嘛引起着侪智库中间的辩论吼，因为中国即摆要成立一个新的常态，互台海吼这个紧张的这个局势一直变做真世常的代志。不过美国智库内底有人咧讲，毋是啊，是美国你袂当允准中国安尼做来变做一个常态，敢毋是安尼？是，我想吼，咱过去内底，咱知影佩洛西来甲台湾了后，其实伊一只行政专机来甲台湾。中共就爱透过军演，透过各种的恐吓，互迄款美国爱付出代价。但是到底上付出代价咧？咱看到伊一只飞行机来就是加油的钱。是。啊，但是中国爱拍飞弹，爱拍遮，其实了的其实是足济。啊，所以咱看到讲，即摆吼，伊其实嘛是要互台湾有法度一寡损失的即个部分，所以透过即种无人机的部分来做一款甲咱困扰即个经营。其实咱知影过去中共定定拢用一寡流氓、操术啊即种手段来影响到即足济物件。过去因拢足相信毛泽东伊讲的迄款游击战。吼，你讲你来我就摕，啊，你无摕我就走，啊，就是安尼的方式，啊，甲你困扰。咱嘛这正常人拄着流氓安怎射落二件，啊，但是你若拄着输啦，要甲你开的时候，要甲你咬的时阵，你当然你嘛是尽量莫去甲伊起冲突。啊，但是久来了后，就感觉讲，敢若你拢对伊无法度。啊，所以咱洪章大哥嘛咧讲的，就讲，其实咱个这种灰色冲突内底，其实上重要就是讲，伊想要赢到一个讲故事的机会。哦，讲故事咧，讲啥故事啊？你台湾政府无我法，你美国政府无我法，我用这种无人机这种上低成本，甲你影响，互你规个国家的尊严，互你国家的迄款感觉。会感觉这个政府敢若无任何作用，但是咱嘛知影过去佩洛西来甲台湾伫国际迄款声量、国际迄款能见度实在是足悬的。啊，尤其是吼过去内底，咱知影民主国家，尤其是土耳其的迄款 TV2，其实伊斩首去拍迄个罗西亚迄款坦克的时阵是足有效的，所以伊用这个方法来讲，伊家己足厉害的。啊，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吼，伊是在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展现中国的国力是足悬的，伊是赢过美国，是赢过台湾的。但是台湾若是拢无做任何的工课时阵，啊，咱嘛知影国家有迄款袂当拍第一级的这种部分，但是咱嘛知影国家袂当做的，咱民间会当做一寡物件嘛。啊，所以咱爱看到讲，其实伊用无人机这种甲你困扰，来甲你咬这个方法，咱嘛是爱找到方法来甲解决。是，所以咱来请教线顶罗正峰董事长吼，咱吴老师拄则讲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咱知影讲中国飞来金门的这个无人机，甲飞去中国海峡遮的这个无人机飞遮远的，实在是无共的抗战吼。这款无共的无人机吼，咱爱安怎看？迄个制造的这个扰乱感是嘛无共？我想，阿强啊，伊对台湾的这个武力的要甲咱统一的这个威胁，其实非常具体。是。伫过去的几年内底，伊用军机有人使的军机，甲咱包围，就是一直来甲咱施加压力。这个压力愈大的时阵，伊就希望讲，甲台湾的社会可能分裂，可能会惊吓。未来呢，真侪人想要投降。但是拄则吴教授嘛讲到，即种用有人的飞机，伊要来射台湾一恁顿，愈来愈侪飞机，其实伊的国力消耗也诚大。所以伊的战术嘛不止继续发展落去，即马加上真侪大细的无人机，即个无人驾驶的飞机，第一伊无驾驶，伊袂忝。是。伊甚至会在24点钟，甲咱机器人共款，继续伫咱遮甲咱扰乱，甚至是甲咱试探。这种新的战法，其实就是共产党伊即马咧做的，叫做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的扰乱，就是讲唔是乌，啊嘛唔是白。你要讲伊即马是军事的手段，敢若是，敢若唔是？啊，咱若无较紧伫即个灰色地带内底找一个方式，甲反制，可能就真大问题。因为伫乌克兰的战场内底，咱看会到，包括一台民用的无人机，伊若飞去前线的时阵，会使甲地面上的迄个目标，甲伊的位置报倒来，后壁的大炮、火箭，就会使进行真大的即个消灭。是。所以真侪朋友讲啊，我即摆来金门的港哨这飞机吼是民用的啦，敢若乌毛嗲的，敢若玩具的，敢有需要甲拍落来？坦白讲，伊即摆来是对你的扰乱尔，甲你责责尔。但是伊若甲你的这个情报收集好了以后，把这个坐标报转去，下一边拿大炮拍来，要怎办？即摆伫乌克兰战争就安尼啊，吼。再来，乌克兰咱嘛看会到无人机。炸弹伫顶悬，伊来用自杀的方式，就变做一种真精准打击的武器。哦，所以咱未来咱你若无提防，伊即种无人机外表看起来是民用的，但事实上内底是包军用的部分，你嘛无法度分辨。是，即种灰色的地带战术，伊就是要互你讲，我不断来甲你责责，哦，甲你扰乱，啊，你拢无反应。啊，伊就想办法咧打你红线，啊，你无反应，伊就去撸入去，一直撸，啊，久长了以后变习惯，啊，习惯了以后咧，可能咱的警戒心会降低，这种常态化了以后，就是因上大的目的啦。是。哦，那当然，咱徛伫咱即摆法律来讲，伫军事要塞的顶悬，当然第一时间你爱甲拍落来啊。哦，包括咱的机场，咱重要的这个所在，咱拢是禁航区。是。本来禁航区的部分，你若无爱想用手段，把这违法的部分甲救落来、拍落来，也是干扰它，伊可能对咱比如讲民用机要起飞的时阵会真大的影响。是。哦，所以对咱的国家的法律的部分，你拄则所讲的，有一张图片伫网络面顶流传吼，就是中共的这个无人机飞甲接近到咱的军队内底的这个军事地图，拢去互伊看去，亲像即款的，都应该爱拍落来，敢毋是安尼？基本上，伊若入来咱的领空，啊，入来咱的领海，这就是咱的主权的范围。哦。那咱对着无人机伫咱主权范围，伊是一个入侵的行为，你无做动作。安尼未来无人机袂使拍，啊未来伊有人机就来啊，哦，对无？是。啊你即摆细小的来，你无要拍，未来就较大台的来啊，对无？啊所以伊即个灰色地带，伊咧试探咱的底线，咱袂使随他起舞。是。咱的标准在一致。你入来我的主权的范围内底，我为着我家己的保护、自我防卫，我甲你示弱，迄是应该。是。我请问主持人啦，那今仔即个无人机飞去Okinawa 冲绳的美军基地的顶悬，伊会方拍落来袂？当然拍落来啊，对无？是。那咱的无人机不管民用、军用，飞去伊厦门的军事要塞的顶悬，请问会安怎？伊嘛是绝对拍落来嘛？是。因为我入侵伊的主权范围嘛。哦。所以大家国家基本上为着伊家己的军事防卫，一定会做这个动作。为什么台湾爱拍的呢？是。哦，是，所以台湾的这个百姓无法度想会开，也是讲无法度容忍，是希望讲必要立即的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出来，哦，袂使有模糊的地带。是。好，中共的无人机来骚扰咱的台湾领空吼，这毋是对前个月才开始，事实上5档进前就有，咱有一个处理的办法。大兴是用记录的，若是飞过来记录伊的这个型号、伊的特殊的特征吼，甲伊的记号、时间、位置了后，咱阁会当去甲处理。处理的方式会用防卫性的武器，可能嘛会使甲拍落来吼。不过最近中国的这个无人机飞咱台湾，总面前所有的人拢讲该拍落来，啊，所以讲伫技术面顶，咱敢有法度甲拍落来？
先甲各位观众朋友，搁一声歹势吼，我是外省家庭的囡仔吼，我台语讲较无练转，啊，我等下用华语来跟大家说明这件事情哈。基本上在因为这一次我们认为袭扰这个金门地空域的这无人机，我们从它的飞行的轨迹跟它记录的影像来判断，它应该是类似大疆的这种4轴的旋翼机。那它的目标第一个非常的小，然后它的声音噪音也不会很大，所以基本上要能够被发现，基本上已经进入了目视的距离。哦，对。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像国内有研发类似无人机侦测的雷达，但是这个设备应该要到明年才会配发到部队，所以目前来讲，民航局因为机场范围的关系，它对于无人机的侦测跟手段会比国防部熟悉很多。是。好，那我们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当一个不管是中型还是小型的无人机入侵我们的空域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用枪炮将它来击落、锁定，然后击落。可是第一个，如果是我们之前所述的这个 DJI 的无人机，它的目标非常的小，所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步枪或者是机枪命中它的机会，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比较不大的。那你要动用到，比如说防空飞弹的方式来击毁它。第一个，它目标小，雷达能不能够顺利的锁定？第二个就是，当你一发飞弹的造价或者任何武器弹药的造价跟一架民用无人机相比，那就变成是有一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是。那我们这个是属于硬杀的部分啊。那另外一个还有就是所谓的软杀或者是它的反制作为。像我们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的这个无人机的干扰枪。那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讯号的发射器，它会去截断你无人机跟 GPS 之间信号的这个联系。那用一句比较俗称的话讲，就是盖台。我们用一个更强的讯号去干扰它，它就收不到它原本的讯号。那这个时候无人机它会有2种反应，一种反应是它会在原地滞空，但它电量耗尽的时候，它的设计会让这个无人机原地降落。第二种是它会循它的另外一个 data link 的讯号飞回它的起飞点，好像之前乌克兰战场上面乌俄之间的冲突，有人说无人机有后门可以让你侦知从哪边起飞，其实基本上是基于它这样子的这个操作原理。那这个部分我们干扰它不管是降落、坠毁或者是返航，都算是有效的手段。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手段是，我们用这个类似捕捉网的方式，当它飞得够低够近的时候，可以用捕捉网让它被我们拘束起来，然后就可以让我们可以解除这个隐患。好，那但是因为现在无人机的技术也一直在进步，现在是基本上它就是 GPS 讯号。那之前有朋友问到说，如果他用的是他不用 GPS， 他用中国的北斗系统，是不是他可以回避掉这个被我们反制干扰的问题？那基本上，因为它沟通就传递讯号的波段就是那几个，所以基本上对，就是那几个波段他们在使用。那如果我的干扰枪讯号发出去，我们也是针对这几个波段去干扰。可是因为像以技术面来讲，美国开始有开发出那种，它是用无人机上面搭载的镜头，然后它可以记录它飞行沿线的地貌，然后用 AI 去判断。那当它失去这个讯号的时候，它也有可能用一样的技术飞回它的这个起飞点。所以无人机干扰的技术跟无人机传输的技术其实是有一点就是矛盾之争啊，就是说一边它在进步，然后一边它也在反制的手段上面，它也在寻求不同的手段。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你看到无人机，然后你去干扰它、反制它是一件事情，那你怎么知道它来到你的领空？所以就我们军事术语来讲，就是目标的获得嘛，你必须先知道这个目标，你才有办法去有效的去反制它嘛。对。那基本上目前对无人机的威胁来讲，除了第一个，它现在利用摄影的方式来拍摄我们的阵地跟我们的卫兵，这是第一点。那它后面的效应就是可能他们在网络上面流传，然后我们自己的国民或者是中国的国民会对这件事情，也许是采取嘲笑的立场，或者是采取说责怪国防部怎么会没有作为。好，那这个是我会认为说它的目的终究是
骚扰跟产生认知战的效果。是，对，等于心战大于实际上它这个武器或者说这个设备飞到我们领空的问题。那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说，这件事情它如果是，比如说它的无人机，携带了类似比如说酒精或者是汽油这种易燃液体，它选择撞毁，或者是它选择一个适合的地方，它用纵火的方式，那你也许你的这个灾损就会扩大。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当我们今天把它击落的时候，那外岛比较不会发生啊。可是如果在比较人口稠密的地方，它击毁的这个无人机坠毁之后，它会不会有附带的损害产生？哦，对，那这个就会回到法规的问题。是，对。那我们现在其实民航局在一阵子之前也对于这个无人机的那个就是考照这个部分有加以规范。可是因为毕竟这个是境外的飞过来的飞机的无人机，所以目前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只能讲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很明确的去限制，或者是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其实照道理来讲，这种民用的无人机，它的生产公司它应该要有一个禁航区，甚至可以设立临时的禁航区。是讲中国嘛未插台湾。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就算抗议，然后他也可能不觉得说我完全不理会你的抗议，所以我们的手段来讲的话，一定是必要去驱离的。是，对。王老师，拄则总编辑有讲到吼，无甲伊拍落来，事实上有别种的考虑，譬如讲拍落来，伊内底若是有汽油，若是会烧的物件，甚至是炸弹，这可能会影响到咱民众的安全，这是头一个咱的考虑吼。另外，咱知影讲咧干扰无人机哦，你会使用这个套索，也是讲甲伊拍落来，也是讲互伊袂飞倒转去。咱台湾一直要无安尼做到。咱才用这个实弹去甲写吼，除了保护咱的民众了后，还佫有啥物考虑咧？是我老大哥嘛有讲到吼，其实咱知影无人机在飞吼，基本上有两个部分，第一种是伊的导航的设备吼，你像台湾用 GPS， 迄个中国有北斗卫星，欧洲有伽利略吼，伊个罗西亚有伊家己的系统。咱嘛知影第二种就是我老总编讲的，其实 data link 这个部分，就是伊甲伊的图要传转去的时阵，伊用这个 data link 的部分，伊用无共款的频段去传转去。咱即摆咧讲是讲有个人讲无咱用迄款干扰的迄款枪来甲干扰伊的波段的部分。头一种讲伊的这个波段的部分到底有偌济？这咱的干扰枪内底到底有法度去干扰着无？这技术的问题，咱若是做会到，会去做。总是若是甲无人机拍落来，这敢是战争行为？这当然嘛，毋是战争的行为，这是自我防卫的一个部分。咱看到咱过去咱国家内底，中国不断的来甲你进逼。进逼的时阵，伊就是伊甲你侵扰这种方式。过去内底，咱过去咧823炮战的时阵嘛是安尼啊，你拍来拍去的时阵，伊就甲你困扰者，甲你造成一个扰乱，互你家己感觉无法度的时阵，较来做这个代志。但是咱嘛知影，这个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是一种无对称的作战。啥物叫无对称的？就是讲你用一只面路来弄我的脚踏车，到底啥较疼？是无脚踏车较疼，还是无人机较疼？这其实咱爱看到讲比例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爱看到中共就是伊感觉吼，咱知影联合国的迄款联合国公约顶头有讲，任何国家无第一级的能力，你袂使共拍第一级的这个部分。所以咱过去咱国家内底嘛是足吞忍的，就是讲咱袂使讲共主动去打击。所以就变做讲，伊甲咱拍的时阵，中共甲咱拍的时阵，咱才会当去做一个反击的这个能力。中共嘛知影，伊嘛袂使甲你拍，为虾米？伊若甲你拍的时阵，国际就会来甲联合制裁。你来看，伊自从来甲咱困扰了后，过去啥物军演的时阵有开始有结束，结果伊即摆甲你舞一招，就讲伊就是无代志，伊就来甲你飞咧。互你足困扰的。困扰的时阵，你讲咱的国人，咱袂当习惯嘛。咱习惯了，咱就无法度继续去自我防卫。所以咱看到讲，国家有国家的做法，民间嘛应该有民间的这做法。国家会当做啥？国家爱提醒咱国人，中共不断甲咱困扰，不断甲咱骚扰。咱国家的人民就爱有这种自我防卫的意识，这头一个。第二个，
这问题内底，今日老总编嘛有讲，伊若是毋是干那一只空拍机来呢？伊顶头若是挂汽油弹、挂啥物武器来的时阵，你敢真正搁吞吞落去？你无可能去知影嘛？伊下挂老总编嘛讲，伊迄大疆的迄无人机内底，伊迄体积足细，啊稳定性搁足好，声音搁细，啊所以伊来的时阵就甲你甲你网啊甲你定一下，啊了后伊就搁飞转去。啊，所以咱看咧，伊就希望造成冲突嘛。咱下我讲诶，除了甲拍落来，甲赶走以外，敢无其他诶方法？有啊，哪会无？咱诶无人机飞去了后，你就亲像香港有无？香港诶迄款水情，你甲拍嘛？啊，水情你甲拍沿迄个色料去了后，互伊转去伊这无人机顶头足歹势嘛。啊嘛，民间就讲啥？啊，伊个爱翕嘛，你就甲拍一个小熊维尼吼笑一下啊。啊，等于了，伊这影片伊就袂当用嘛。是。啊，所以伫拍落来，甲赶走以外，佫有足侪选择的嘛。啊，这选择内底，啊，到底国家的政策是啥？啊，民间的政策佫是啥？啊，我老总编嘛有讲着啊，咱的无人机内底，你莫讲禁航区啦。你一般你要飞去的时阵，你就可能爱经过申请啊，啥物物件，佫莫讲这是迄个军营这个部分。啊，所以咱看来讲，其实吼，会当做的，咱一定爱做。啊，第二个。啊，若是讲这个影片无去传去中国的网站顶头，因作为因家己对将来对金门马祖要烧战的时阵，迄款根据，安尼要安怎？啊，伊即摆是用踢笑的方式，伊若是甲你拢总翕的，当然甲你翕了过去内底，咱可能咱炮兵吼，咱爱有人去看。伊即摆毋免用炮兵来看，伊即摆用无人机就甲你看，啊，迄边遐有人拍边。你安尼敢毋免去做一寡准备？这是一种战争的延续。除了咱民间咱该知影讲国家即摆足危险的，因为中共对台湾这要统一的这决心吼是愈来愈坚强。啊，但是伊即摆佫惊美国、欧洲各国、日本来甲咱相挺，所以伊就用这种困扰式的方式来甲你。啊，咱过去毛泽东讲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啊，台湾若一直论一直往后退的时阵，敢你个退到无所在的时阵？就当年的蒋介石退到台湾来，啊，你台湾佫有啥物所在通去退？是，所以咱爱家己有自我防卫的这种决心啦。是，自我防卫反制中国无人机的方式，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甲美国买，咱家己嘛去买无人机吼。咱即摆来看这个报道。进前真个中国无人机进入咱外岛天顶，搁翕咱军方的防卫做法。陆军金防部2到下晡，伫个二西市差不多200公尺的天顶，发现一台民用无人机，立刻用信号弹赶走。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国军会有基于自我防卫的反制做法。我们有任何作为的话，一定是抱着一个自我防卫的一个作为一个反应。那到时候我也可以讲。我放几个鞭炮吓麻雀，你到时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对于中国外交部用无人机入侵金门，咱外交部以无请家己来就是贼，批评中国是区域麻烦制造者。有学者认为会当用飞行物也是电子干扰应对。马担任国防部长的退伍会主委彭世宽认为应该甲拍落来。我绝不允许任何无人机进入到我的军事范围，守土有责。击落无罪。利用包括就是干扰枪捕捉，或者是说特殊的机具把它撞毁。美国嘛批评中国相关动作是想要改变现状，建立新常态做法，表达强硬态度未接受。We're not going to accept whatever new normal the Chinese want to put in place.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hat we c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o help Taiwan defend itself. And you saw over the weekend 2 Navy cruisers. Conducting a Taiwan Strait transit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abide by international law. We certainly urge the Chinese to do the same. 空军司令部30公告对美国购买4台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金额差不多168.8亿，为今年8月24到118年底交咱。另外，真侪间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上近9月宣布新一波对台军售，内容可能包括鱼叉反飞弹飞弹，也有响尾蛇空对空飞弹。国防部表示，听候美国正式通知美国国会了后，再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当属张影片内底讲，咱台湾即摆美国买海上卫士的无人机吼，这是看站较悬的，伊航程超过1000公里吼。亲像即款高层的无人机，咱台湾家己敢有咧发展？
基本上咱台湾伫海军，也是讲海军陆战队，已经有即卖无人机咧用。是。咱的性能嘛袂比中国较歹，只是讲咱的数量就是咱的数量比伊减足少的啦，吼。是。这就是咱未来国家希望讲咱的数量爱较紧的提升，吼。另外伫即个飞机的性能点悬，希望有法度飞愈远，吼，甚至是有法度超过300公里以上。是。伊迄边的飞机，也是迄边的即个军事活动要启动的时阵，包括港口，咱的无人机有法度炸飞弹，就有法度去做地面的攻击。咱嘛知影讲，台湾虽然有台湾海峡的保护，但是伫伊的即个兵要过来台湾的时阵，是在半途的时阵，咱来用无人机来对伊来反制，啊，所以咱的数量的点悬，咱来大量的提升，是啊，咱即摆伫荧幕上看到这叫做腾云，其实伊也是发展啊真好。只是讲未来甲美国来的飞机会使做高低配，吼，一个是较悬，一个较低。是。咱国家家己发展中科院的武器，也使挂上咱的腾云点悬，也是挂上咱的海军队员点悬。但是美国人即摆敢若卖咱4架尔，这4架会使做1万公里以上的攻击，吼，迄是万不离咱需要用的时阵吼，非常的手段。但是伫战争的时阵吼，爱需要真大量。咱袂使靠其他的国家偷偷甲咱讲送过来，咱有家己的生产线，爱稳定的生产，会使伫短期的内底会使制造真大的量，我想这是真重要的部分。咱即摆拄则看到这个天云的无人机，敢已经发展到会当挂攻击性武器的抗战吗？我想无问题吼，以咱即摆的即个制空的时间超过24点钟，哦，咱的发动机也比即个乌克兰这边的发动机搁较大，是。咱要挂咱家己的武器，基本上即摆现有的武器挂的是较少，但是咱看到土耳其这边吼，有甲即个有人机的物件甲缩小，伫飞弹顶悬嘛挂较细粒的，因为无人机要攻击的时阵，伊免攻击几啊10公里以外，伊是对海面的，也是地面的几公里以外，就会使攻击啊。所以小型化的飞弹吼。咱嘛是下一步，咱会筹备出来，互咱的无人机会使挂较济。是，洪忠大哥，咱自头讲到大吼，飞到金门，伊看较细只的无人机吼，咱会用秤去较大，总是较大台，亲像飞中国海峡迄款的，迄就可能爱用飞弹吼。总是若战争真正发生的时阵，中共袂讲派1台、4台，伊可能。几百台来台湾，亲像这款若是发生这款的状况，咱台湾应该要用什么方式去甲反制，还是讲去甲预防呢？其实咱台湾吼发展这防空的飞弹，还是讲制海的飞弹、拍船的、拍无人机的，拢真有技术。主要是你这个元件吼，主要这个零件要有人会使带你斗请啦，因为毋是讲一条飞弹，咱所有100%头边顶面的零件拢家己生产。是，嘛是有一寡元件可能喺美国甲咱支持，所以咧这个部分就是咱台湾甲美国的军事合作的关系吼，爱更加嘅提升。但是这对头来按讲吼，咱家己内底防备在中共的飞碟，即间谍，也是讲背骨的这个人吼。哦，我感觉先聊了，无美国互你的是伊上机密的、上好的技术的时阵，伊叫互你台湾人，叫台湾。合销出去，甲外销出去，变成中国的啊。是。安尼，这半个拢输啊。是。所以这是真重要的感觉。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是来讲吼，其实即摆毋是讲咱要用什么物件拍，是一个心态，有一个讲，咱惊拍武器，惊拍枪，惊开炮，讲炮足差的，吼。哦，安尼搞什么他们弄破了，哦，无人机足差的，吼。安尼这无人机飞去。甲你封闭，讲你定时要拍来，讲伊咱的无人机做差，嘛是有即款人，所以这个人，才是咱台湾国防上无好的支持，上歹的部分，给拖后骹嘛，对无？甚至讲，我个要问讲金门的这个立委，这老立委，伊讲一个福建，一个福建，
我要问伊讲，过来吼，即摆回来中国无人机，逐工咧甲你弄遮个金门的遮个守军，是甲你乱你的金门的遮个部分，你金门要安怎决定你后摆要挺啥物人？啊，咱若包括通过遮个要买飞弹嘛好，买无人机嘛好，无人机嘛好，啊是甚至讲买干扰枪，是拍这电波去甲无人机弄落来遮个干扰枪的时阵，各方医生，你遮个立委有要支持无？恁到底徛伫倒一边？我先直接安尼讲，因为我感觉讲吼，咱即摆讲的拢毋是讲技术问题，做这个拢是你想法的问题，也是讲第一线的指挥官，你的心态是讲，你想讲，你一世人拢无想要相战，对，所有人拢无想要相战。但是你做军人含做老百姓就无共款，你做军人领这个薪水，挂这个该就是要做啥，就是要准备相战。是，有一天敌人拍来，你就是前面开前面拼输赢就对啊。你哪会讲叫你的兵仔讲你莫拍，你摕石头去甲牵？啊，真正是安尼下令的时阵，我感觉电脑只爱查。是，军人无决心要保卫咱的国家的时阵，你无适合做军人。是。吴老师，你补充？我补充一句吼，过去咱台湾买武器啦吼，也是要增加国防预算的时阵，足侪人会讲啊，你唔好去甲迄个阿强啊挑衅。哦，你譬如讲，过去咱买飞弹、咱买飞机的时阵，伊会讲爱和平，你唔好去甲中共挑衅。但是中共对台湾演习啦，即款试弹，拢无停过啊！即摆搁用即讲无人机来甲咱困扰。啊，咱搁来是讲，来照因讲的，安尼讲来讲，你买啥拢是对中共的挑衅啊！啊，所以迄个习近平足鼓吹的，伊拢绝对爱和平，这是一种足感觉足红足。讲感觉足奇怪迄款讲法，所以咱台湾咧买啥物武器的时阵吼，就是会有人伫后壁拖后骹就对啊。是，总面是咱讲无人机讲到大吼，飞去金门甲骚扰吼，总是若是战争真正发生的时阵，无人机无可能是中国来控制台湾的一个方式。若是阿强真正拍台湾，无人机的角色伫这战争内底是啥？现在无人机在现代的战争啊，像一般来讲，中共它发展的方向都是以他们的术语叫查打一体，就是它同时可以侦察跟打击它的目标。那像美国要卖我们的 MQ9 也是属于像这样子的机种。那它在现代的里面来讲，就是说一样是以最近乌克兰战场作为例子，他们不但可以小型民用的无人机，就我刚刚前述的，我作为一个炮兵指挥官，我可以让它取代我的人员做前进的观测。是。然后我观测到目标之后，我再利用它有效的制空的时间，甚至可以做炮弹落点的修正，这是最简单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如果以小型的无人机来讲，现在有一种新的概念也已经实用化，叫游荡弹药，就是它发射在空中，它可能有几十分钟到1个小时的航程，它遇到它适合的目标的时候，它直接向目标撞击，然后它可能上面带有引信跟弹头，那可以击毁这个目标。是。那我们再来讲比较中大型的无人机的话，它第一个作为战略侦察的手段，好，它比如说高空的，像美国的全球鹰等等的，那它也会有比起有人的，比如像现在 U2， 我们的以前黑猫中队操作的 U2， 到现在其实还在服役。但是大型的无人机、高航时、高高度的无人机，它也可以取代这个部分。好，那人员的疲劳跟基建的损耗也会相对的比较少。那现在的战争中有一个讲法说，我们无人机无法去应付高强度的战争，比如说2个国家的正规军之间的战争，它有完整的防空网，它有一个不管是飞弹还是防炮，都有相当数量的部署。可是因为以这次乌克兰的经验来看，其实这点也未必，因为它在不同的空层、不同的大小，它都会有它应用的手段。那可以说，目前的无人机的应用跟反制的手段，它还是不停的在进化中，所以只能讲说，它在未来战场一定是越来越吃重，对。但是目前也还没有一个战争的例子是说，无人机在战场上面产生一个决定性的关键的角色，目前是还没有的。对。但是未来我相信它一定是越来越重要。是，洪忠大哥，总编辑拄则所讲吼，伫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内底，咱嘛有看到这个无人机的表现吼。
一寡新闻画面吼，一台无人机甲罗西亚的战车规个甲牵掉，亲像即款的状况，敢有别种的使用方式，会互咱台湾会当来学习？其实对咱台湾来讲吼，准讲你要用伫像拄啊罗当顺队嘛讲着，咱的无人机即马伫只有海峡中线，甚至搁过，搁飞较接近中国大陆的时阵，其实咱啊伫迄个时阵，有法度看到伊的目标，咱侦察嘛吼，先看到目标。因为即摆无人机毋是讲咱咧翕相翕水尔，毋是伊的镜头甚至伊包括伊的 GPS 的定位的系统的即个记录传转来的这叫做 data 嘛好吼，资料嘛好，其实内底就像拄则老总就讲着，伊其实就是目标的地理资料，替飞弹来标准就对。不管你飞弹、炮兵，所有你拢会使做，是空军、海军拢会使去甲拍。所以你若这个目标的资料摕到时，就真麻烦。所以什么人拢足惊，我先讲知影讲我的部队伫倒，我的武器伫倒，对方会用足准确的拍着我就对，安尼对，安尼个特殊。所以咱爱考虑第一个讲，我有偌济无人机会使做即款代志，会使为咱的防线甲提升，甲塞较头前。包括过去讲咱济海啦、反登陆啦，其实反登陆甲落尾咧滩头的时阵，其实袂赴啦。是拍时阵拍的是上惨，就是愈头前愈甲处理掉愈好。所以变成讲，我嘛是真希望包括罗当署长因经纬航太因做一个讲是台湾无人机协会吼，其东业吼内底的队长啦，台湾的无人机的队长，因个即要讲大家这4、5个吼，10几个这枪伤吼。即摆有4大啦，吼，其他较细，这个人变做一定的规个团队的时阵，甲像讲咧复仇者联盟共款，什么人做什么较敖，什么人做这普拉佩的较敖，什么人做导航系统较敖，咱大家拢真做伙吼，甲做伙时阵，这力量才会出来。产量毋是讲产量尔，因为你啊做愈大只，也是讲愈有法度炸，用炸飞弹嘛好。小拄仔讲老弹讲的小型化飞弹嘛好，其实这规个系统拢爱有人去做。是，你别当讲什么拢要等甲军方吼有预算甲发落嚟维护。以咱台湾的政治情形吼，等甲军方有建案吼，建立这个案，做系统的分析，落尾甲去报准讲总统还是讲参谋总长去决的时阵，去讨论时阵，军事谈判的军事这会谈的时阵拢维护。是，因为讲因为咱拢是根据讲顶一场的战争来决定后一场的这。作战的方式，其实乌克兰嘛同款。咱即摆上惊来讲维护。哦，你看到乌克兰讲，真好用，我安尼一只个甲处理100个战车，12只、24只，其实吼，迄可能是较抢数啦。是，因为对方慢慢啊，伊也总讲罗西亚，伊也含中共愈夹愈稳的时阵，伊也去摕中共这技术来，甲中共无人机来的时阵。无人机对付无人机可能嘛更较好哦，是，这是一个爱有的想法。若是讲到技术的问题吼，咱的台湾的无人机数量无可能甲中国比，咱伫甲中国的战争内底嘛无要甲中国比数量，总是讲到这个技术的问题，咱台湾无人机的技术，若甲中国来比拼，敢有较输？我感觉吼，咱民间的基础就是个欠钱，毋是讲这人无够，人可能嘛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过去台湾戒严时间吼，戒严时期拢不准你去放无线电，所以学无线电技术的人愈少，其实对无人机这控制也好，传资料嘛好，这所有的代志拢是较弱的，是较烂的，人个无够。除非讲咱这较少年辈吼，可能咱有较开放的时阵，出去学这，但是大部分人去做无线通讯的这行业，拢去做啥？做手机啊。是，大部分无咧做，像咱遮讲，比如讲你安怎做无人机长距离的这传信号，也是讲中间要甲切断干扰，吼。其实这对这个技术来讲足重要的。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之前嘛真惊吓个，伊讲足烦恼的。去年吼有人甲我讲咱台湾负责电子作战吼，就是反制中共的这电子作战的头，竟然。咱因为过去含美军、含全世界这自由国家，包括五眼联盟这些国家嘛好，咱伫电子反制、电子战头顶是真高的，是
大家拢肯定的，但是大家拢感觉讲，咱来时间拢逐年开一个联谊会吼，来交流技术，也是讲沟通一寡观念。结果咱这个军方的头颈啊，2连续2年无去。第一年唔知什么理由无去。哦。第二年讲疫情，结果讲连视讯会议都无爱参加。结果我听到讲，后面落落来。疫情敢毋是线顶？对啊，伊连线顶都无爱参加，所以我真生气的这个代志讲。咱台湾人家己台湾的军方个无重视你的电子防卫、电子即作战的这个部分的时阵，你含全世界，包括美国、英国，包括日本嘛好，第一线的国家，人做者实战的经验嘛好，嘛是讲做进步的研究嘛好。你连去个一个年会讲2点钟、3点钟的会，你个无爱含做连线。我感觉讲啊，我真烦恼呢。是，吴老师，咱我。即摆咧讲无人机，我就想到我拄则开始主持的时阵，咱也咧讲即个无人机摔落来吼，总是中发生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咱看到战争的形态已经改变了，包括即个无人机的发展。是，咱拢知影吼，我罗党组长有讲，台湾的无人机的数量无够，现在数量无够。过去咱咧讲中国无人机甲台湾无人机，你要买对一项，拢是买中国无人机，因为伊足俗的。即摆自从乌克兰战争了后，自从中美科技建设后，全部世界人拢知影爱买台湾的无人机。啥物叫台湾无人机？台湾无人机安全，绝对袂甲你的资料传到去互中共。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台湾即摆正咧打造一个无人机的国家队。所以咱即摆量等要赶起哩。所以咱为顶游的这部分，甲下游的部分，所以咱顶游的部分是啥？制造。下游的部分，咱也有飞手嘛。你无人机嘛是爱有人飞啊。只是讲过去内底，咱可能军人无够。你即摆若是有无人机的时阵，一个军人就可能操作10台，会当操作5台。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咱这边可能4个月，可能1档不定。但是无人机的操作会当安怎？平常时的时阵，伊可能是去帮农民喷农药，但是到战争的时阵，伊就会当出来帮咱看这。敌人伫啥物所在？伊过去会当辨识这稻啊到底生了好啊无好。伊战时的时阵，伊就当去辨识是毋是解放军伪装入来这个部分。所以伫平常时甲战时的时阵，伊会当做无共款的使用嘛。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过去台湾无人机啥啊无法度发展起来，因为中国较俗，大家拢是去买俗的。但是这安全的问题，即摆全世界拢知影。中国会去甲你偷技术，会甲你偷资料，你敢敢买中国的这个物件？你唔敢。所以台湾无人机的这个市场，等咧要拍国家队、要拍世界队的时阵，这当然需要国家甲民间做伙来努力。所以这现场的这无人机的使用，伊伫正时的时阵是小战左右，但是伫平常时的时阵，伊会当做其他的部分啊，比如讲我讲喷农药嘛吼，迄个巡检，比如讲桥梁到底有必顺啊，无必顺，还是讲咱即摆有做者要讲无人防机，你嘛要去看到底有维护好了好无？所以有做者应用的方式，所以这个产业链若是拍起来的时阵，你就会当看到，这就是一个新的工课开始。所以咱就感觉足有希望。是，总面是王老师拄则所讲的，无人机会当平时的时阵喷农药，战时的时阵去做攻击吼。这敢是咱台湾的这个军事训练的内容嘛，需要调整啊，甚至是有需要一个新的军种，就是甲无人机有交叉的。是，这个我先认同这个平战转换的这个概念，就是说，因为我认为说现在你。比如像我们之前也流行讲社区防卫的议题嘛，那我觉得无人机的飞操它也是社区防卫里面可以纳入的。那你要有足够的人，他熟练的这些飞行的技巧，他才能够在不管你要在什么环境，比如你要在战场上运用，它才会有它的作用发挥嘛。那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国军本身对无人机的运用，我觉得那个路线还在做调整。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是今年汉光演习的时候在嘉路堂的这个陆战队操作的这个是红雀的无人机啊，那这个是在演习的时候，它出现在演习的会场担任侦察的任务。那像这个是我们比较大型的，这个是瑞渊。那这张照片应该是在
之前中共演习的时候，然后在屏东的五里亭机场，也是海军的人员在操作。那原本这些无人机，像瑞渊无人机，原本是编制在陆军的特战部队，在我们航太展也曾经展示过。但是后来组织变革，它又编到海军去。那这一架是现在正在发展的腾云，好，那时候它应该是在做长航时的这个测试的时候拍下来的照片。那我们现在这些军方的编制里面，它到底是你这个单位无人机要放在什么单位？它的任务是什么？然后它的训练，比如说像以美国来讲，他们一开始做无人机应用的时候，它的飞行员是由真正的战斗机的飞行员来转任。那也许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原本是飞行是很帅的，那我在飞无人机。